阳明山的保护区伫40多年前变作是自体区，即马这个土地是起价起过磅啊，所以环保团体是跳出来呼吁政府爱把这个土地搁改到当去保护区，唔通开发过度。台北市府是有讲要来举办座谈会，也那内政部是讲会以保护国土甲环境来做主要的目标，才搁讨论相关的做法。 不要财团盖豪宅，不要财团盖豪宅。大写画口号，呼吁政府把阳明山山顶部分的主题区恢复做保护区，因为阳明山永公路迄块地的土地，永过捌是保护区。40多年前，因为一个行政命令，就变更做主题区。最近这几年，所有财团投资土地，环团甲居民拢无愿意看到去向乌白炒土地的情形。应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做伙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有作为。气候变迁的因素，我们不希望就是有意外、有死亡，我们中央才会启动这个检讨啦。这些区域几乎都是被财团囊括的，所以我们呼吁，台北市政府，你赶快把它恢复为保护区。因为受到法令的限制，当地居民无法度整建因的厝。 居民嘛希望政府会当发外开温，温准居民原地整建。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寄存住户的权益，开放给居民补办登记，保障居民合法的财产权还有生存权。环团甲居民要求台北市府严格把关，保护当地自然环境，嘛要求内政部爱保护国土。内政部都委会综合考量那地方所呈报上来的内容，以及民众的这些陈情意见呢，来做这个整体的考量。国土署强调讲，针对环团甲居民的诉求，拢会做讨论，嘛会请台北市府进行相关的听取。也那台北市府会启动通盘检讨，举行座谈会，嘛请居民参加发言，了解居民的心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